Hello， 大家好，我係士多貓 Joyce。我係 Alan。咁今日咧，我哋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沉重少少嘅話題。相信大家都有喺新聞度睇過香港大埔雲福苑火災嘅事件啦。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已經至少有128個人係喪生嘅啦。你真係好難想像喺2025年一個咁現代化嘅城市係發生一個咁嚴重嘅火災咯。咁之前上網睇好多人都喺度討論，究竟係竹棚嘅問題、嗰個棚網嘅問題，定係發泡膠嘅問題搞成咁大嘅火災咧？但係其實呢一啲只係一個表面嘅原因咯。其實背後根深蒂固嘅係一個制度嘅問題，係香港一個制度嘅崩壞啦。呢條片咧特別係想同台灣嘅朋友去分享香港而家嘅現況咯。其實因為好多台灣人咧都唔知道香港其實而家發生緊咩事咯。除咗呢單火災之外，即係譬如你去旅行，你只會見到最光鮮亮麗，仲係一個好繁華嘅香港，但係其實背後好多千瘡百孔，大家係見唔到嘅。呢條片咧係特別想同台灣人去分享咧香港嘅現況啦，就係想講背後個制度個崩壞嘅問題。喺而家愛國者治港底下，冇晒反對派去監察政府，冇晒傳媒嘅監察底下，香港究竟變成點樣呢？想俾台灣人去了解更多咯。係因為咧，今次呢個火災咧，其實佢唔係天災嚟嘅，佢唔係打風，佢唔係地震。其實只要咧各個政府部門做好嘅嘢，做好佢嘅監督咧，或者有反對派去監察，有傳媒去揭發一啲問題咧，呢件事係完全唔會發生嘅，係可以避免咁多人命嘅傷亡嘅。嗱，咁事件嘅經過咧就係大埔雲福苑，因為佢太老舊啦，40幾年歷史，所以政府係要強制去維修嘅。咁你維修咧就要去揾承建商啦。咁業主立案法團咧就黑箱作業去圍標，圍咗一個咧最高價嘅承建商出嚟，咁係價值係3.3億嘅呢個維修費，每一戶咧係要俾16至18萬港幣。咁當啲居民發現有問題嘅時候咧，佢哋會收，佢哋去投訴，但係冇人去處理呢件事啦，甚至係上埋電視嘅媒體都係處理唔到嘅。然之後佢哋想嘗試去參與會議去制止呢件事啦，係禁止佢哋參與會議啦。然之後仲要俾建制派嘅議員去抹黑佢哋，話佢哋係妖言惑眾。但係以前呢啲事咧係唔會發生嘅，因為有民主派嘅議員喺度嘅時候咧，佢哋係會去反圍標，佢哋會幫助呢啲市民去到阻止呢件事發生嘅。咁最出名嗰個咧就叫林卓廷，佢係專係做反圍標嘅以前。咁而家佢喺邊咧？就因為咧反送中之後，佢已經坐緊監啦。其實大部分嘅民主派議員唔係坐緊監，就已經逃亡咗啦。咁所以就失去咗呢個制衡嘅功能啦。咁而家嘅香港咧就係好多時都係會解決提出問題嘅人嘅。咁所以呢件事咧，居民就反抗唔到啦，唯有俾最貴嘅價錢去到維修啦。咁俾咗價錢都唔緊要，喺維修開始嘅時候咧，啲居民發現到咧嗰個圍網係好容易燃燒嘅，係因為好多片段證明一燒咧個圍網係燒着晒嘅。咁當居民發現呢個問題嘅時候，就同好多個部門反映過啦，同承建商啦、房屋局獨立審查組啦、顧問公司、勞工局、消防處、管理公司，但係咧所有人都冇去解決呢個問題。其實棚網起火咧喺今年已經發生過好多次嘅，最近一次咧係喺10月底喺中環嘅一個商業大廈咧都係咁樣起火法，但係好彩嘅係嗰時係假日嘅辦公室，所以就冇人受傷啦。咁當時已經係有雲福苑嘅居民提出，咦，我哋屋苑出邊嗰個棚網會唔會就好似中環嗰個咁樣起火㗎？好危險㗎喎，但係都冇人回應。係咁就正係好似今次咁，由底燒到上頂係好快速咁就蔓延開佢咯。咁但係如果呢個情況喺以前嘅話咧，我覺得係唔會發生嘅，會有民主派嘅議員去到質詢政府要去好好做監督啦，仲有媒體嘅監察啦，可能會挖晒所有工程公司嘅人脈關係圖出嚟啦。但係因為我哋已經冇咗蘋果日報，亦都冇咗立場新聞啦。咁嗰啲利益嘅關係就冇人敢去揾出嚟啦。咁所以呢件事咧係冇辦法去阻止到啦。咁另外仲有啦，好多居民係發現到啲工人係喺個棚網裏邊咧去食煙同埋亂咁掟煙頭。而呢啲工人咧，好多都係中國輸入嘅勞工嚟嘅，係最近呢2年咧，香港政府係輸入咗好多中國嘅勞工。咁咧，佢哋都反映過呢個問題啦。政府只係例行嚟去叫你做翻好個防火啫，同埋有貼通告叫佢哋唔好食煙。但係冇嚴謹去執法，所以最終呢件事就咁不幸發生，燒死咗128個人，個數字可能再會上升咯。我覺得呢件事咧，其實係超級荒謬啊！政府強迫啲居民去做維修。然後居民被圍標，要俾一個最貴嘅價錢去維修，得唔到好嘅品質，發現到維修嘅品質有問題，可能會火燭，都冇人去處理，最後尾俾咗咁多錢燒咗自己間屋，
有啲人甚至係燒埋自己條命。呢個就係冇反對派、冇傳媒去監察政府而發生嘅事情咯。我相信喺以前呢件事咧係好難會發生嘅。喺呢件事上邊，雖然啲居民已經盡晒力去自救，見住呢件事可能會發生，但係佢哋都係無力回天咯。呢個係好心痛啊！真係。係啊，最後就即係賠上自己條命咯。呢個就係今時今日香港發生緊嘅事咯。大火一發生咗之後咧，政府都未查明火災真相之前，第一晚就跳出嚟話，我哋要將竹棚全部改成鐵棚，彷彿就好似係因為個竹棚類似咁樣啦。咁呢件事咧令到香港人好憤怒，因為大家都見到其實燒嘅係個網，係嗰啲發泡膠，而唔係個竹棚。大家見到咧燒完之後咧，成棟樓個竹棚都仲喺度，而咧嗰啲綠色嘅棚網咧係燒晒，甚至啲發泡膠都仲喺上邊。喺火災發生之後，連文匯報都去試嗰啲圍網，都話係即刻燒得着嘅。文匯報已經係親中嘅媒體嚟嘅，都話係即刻燒得着。咁點解政府係要將個責任推俾個竹棚，死都唔認係個棚網嘅問題咧？嗱，咁有人就陰謀論咁講啦，因為中國金屬棚架嘅市場產能過剩，可能想揾地方出口啦。咁其實香港政府一路都想取締竹棚，咁可能就用呢件事順水推舟去取締竹棚。唔知係咪有人陰謀論咁樣講？咁第二個原因唔肯承認個棚網有問題咧，有人話咧可能係因為嗰個棚網嗰個檢測報告係中國做嘅，佢話係品質合格嘅，而且嗰個棚網都係由中國製造嘅。咁唔知係咪背後有牽涉好多利益嘅關係啊？所以香港政府唔肯去承認係棚網嘅問題，直至到琴日保安局局長都係話係啊，個棚網係合格係阻燃嘅，但係大家都見到，連文匯報都試到一燒就爛晒嘅，咁樣都真係合格嘅話，點解個標準會咁低嘅咧？點解喺今年發生咁多宗，而以前係咁少發生嘅咧？咁呢個就係香港人好嬲嗰個位啦。如果係以前仲有媒體監察嘅話咧，背後嘅利益關係咧一早已經鋪咗喺陽光台面，大家都睇到。係未必可能會發生呢件事咯。我哋睇好多片段啦，啲記者去訪問災民，其中一個我印象好深刻咧，係訪問一個叔叔，佢望住自己個單位仲燒緊，咁佢就話係大維修嘅問題，係中國勞工嘅問題。講下，佢突然間話：我都係唔敢講咁多啦，我驚國安法拉我。跟住我係好震撼，即係我個屋企都冇，我乜都冇晒，但係我仲擔心因為我呢個控訴而被拉咯。係啊，咁另外一個就係一個香港嘅歌手啦，佢就喺網上去鬧政府啦，就係話政府諉過於個竹棚，跟住佢話佢知道佢咁講係有後果，咁但係佢話佢唔講出嚟咧，佢會爆血管。大家都見到有好多香港人咧，好熱心咁去做義工，去好想幫嗰啲災民啦。唔知係咪因為好多人集結，政府好驚啦。咁喺個火啱啱熄滅咗嘅時候，就好快驅散咗呢啲義工，唔俾佢哋聚集。而大家其實成個香港嘅情緒都仲係哀傷未平復到嘅時候咧，國安公署咧就出嚟講嘢啦。佢話係要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嚴懲反中亂港分子以災亂港行徑。咁呢個就係今日嘅香港啦。你每講一句說話，你都要諗清諗楚，你要好小心。你出嚟做好事，你都要小心咯。係啊，我覺得好可悲，就係我見到咁多人出嚟，我見到佢哋有講一啲比較敏感嘅字眼，我內心即刻擔心呢個人佢有冇事，佢會唔會俾人拉？係香港人係冇咗一個免於恐懼嘅自由咯。係啊，甚至咧咁李家超即係喺火燭之後第二日就接受傳媒訪問啦。咁就第一件事就多謝中央。多謝國家主席。係啊，然之後就行咗去啦。咁跟住佢當佢離開咗個咪之後咧，有一個記者就大叫：啊，你唔多謝醫護同埋消防員㗎。跟住佢就死死地氣翻轉頭去多謝啦。咁然之後下邊嘅留言就好驚呢個記者冇嘢做咯。咁今時今日嘅香港就係發生緊咁樣嘅事咯。咁我記得咧個幾月前，台灣係一個民調，就訪問啲年青人，佢哋咧就好多人都覺得香港仍然係有言論自由。咁大家判斷啦，香港係咪仲有言論自由？當然你可以話，咁佢都講咗呢啲嘢出嚟啦，佢都冇事啊，冇國安拉佢啊，咁你即係有言論自由咯。但係其實當你講每一句嘢，或者你聽到人哋講嗰句嘢，你係要去擔心佢嘅，或者你講嘢之前要自我審查嘅。咁呢個係咪一個自由咧？大家係可以去思考下咯。係啊，其實喺呢幾年咧，有好多香港嘅演藝人咧喺香港都冇得撈，佢哋嘅表演啦、演唱會啦，全部都被禁止啦，係被不可抗力嘅因素停止啦。咁好多人最後都嚟咗台灣先能夠開到演唱會咯。咁呢個就係今時今日嘅香港咯。
即係我希望呢件事啦，香港政府可以徹底去調查清楚，究竟個成因係啲咩啦，好好去防止呢啲災難再發生啦。咁另外亦都要問責疏忽職守嘅人啦，要去捉嗰啲貪贓枉法嘅人啦，係咁樣先能夠對於死難者一個公平嘅交代咯。咁都有啲台灣觀眾留言問我哋想捐錢俾香港應該用咩渠道啦。其實呢個問題咧，我哋都確實唔係好識答嘅，因為我哋都仲觀察緊邊啲機構咧係捐完之後係真係落到去災民嘅手上邊啦。我哋冇好特別去鼓勵或者唔鼓勵大家捐錢嘅。咁如果你好想捐嘅話咧，其實除咗香港政府嗰個援助基金之外咧，都仲有好多 NGO 嘅，咁你都可以研究一下咯。係啊，大家自己研究清楚啦，同埋捐錢嘅時候記住睇清楚係咪詐騙，同埋你要研究係咪真係會落到居民嘅手上，而唔係去咗關愛隊嗰度咧，咁樣咯。但係俾佢捐錢咧，我喺 Threads 上面見到好多香港人咧係更希望台灣人去知道成件事嘅真相，然之後係以香港為鑑噶咯。即係香港可能已經唔再一樣啦，但係香港人仍然一樣，仍然喺度咯。係啊，大家互助互勵又互勉啊，大家靠自己撐住。我哋都明白而家仲喺香港嘅人係好憤怒，但係可能敢怒不敢言。咁我哋呢啲海外嘅香港人就喺我哋可以嘅範圍裏邊幫大家去講出嚟咯。其實咧，我係住過一段時間大埔啦，而雲福苑咧係我有個補習學生係住喺嗰度嘅，所以我曾經咧有好幾年係每個禮拜都係去呢個屋苑，所以我見到佢燒成咁樣，我係心裏邊係好有感受。而且雲福苑其實係大埔嘅一個地標咯，佢係喺呢個區域嘅出入口，同係每個住北區嘅人都一定認得嘅屋苑嚟嘅。係啊。而家我嘅幻想就係你每日出入就會見到有7棟招客嘅大樓喺度，提醒住香港人嘅集體創傷，提醒住香港已經變成一個點樣嘅地方咯。已經同以前完全唔一樣啦。我覺得最心痛係你見住一個曾經美好嘅地方，漸漸淪落到咁樣，而你想力挽狂瀾，但係你無能為力咯。係啊，仲搞出咗咁多人命，呢個係每個愛香港嘅人都真係覺得好心痛嘅地方嚟。係咁，希望台灣人引以為鑑。咁希望逝者安息，傷者可以盡快復原，所有失去屋企人、失去咗個家嘅人都可以揾到繼續走落去嘅力量。大家加油啦！希望香港人都平安。拜拜。